2025年12月8日喺青森發生地震。12月8日晚上11時15分喺青森東邊嘅海底發生海底地震。咁青森縣八戶市嘅陸地上面呢，就錄得強度6嘅地震，震央就係深54公里，強度就達到7.5嘅。以下落嚟講嘅咧就係綜合咗朝日電視新聞同埋讀賣新聞嘅報導嘅消息嚟嘅。12月9號嘅凌晨1點左右咧，喺九池港嘅海嘯更係高達70厘米嘅。嗱，唔好以為70厘米好似你膝頭咁上下高啫，好以為好小事啊！海嘯70厘米係咩概念呢？你唔好當佢話以為佢純粹係一個70厘米嘅高嘅浪冚埋嚟咁簡單，佢係大概好似一棟70厘米嘅牆，一埲牆咁樣冚埋嚟，係連綿不斷。你睇下個圖，你就見到啦，係連綿不斷一埲牆咁樣湧埋嚟。裏邊唔單止係得海水嘅，你睇下幅圖，你就裏邊仲有岩石啦、有鐵啦、有垃圾啊之類嘅硬物，一嘢湧埋嚟咧。其實一般嚟講，你幅圖你見到係100cm 啦，100厘米啦。通常如果有100厘米咧，你直接冚埋嚟咧，就真係被登出㗎啦。18年後有一條好漢咁啦。至於陸地上有強度6嘅地震會帶嚟咩影響呢？嗱，我哋睇下剛才講嘅新聞報導裏邊有啲咩資訊啦。目前已經有35位傷者，接近3萬人需要避難疏散嘅。東北新幹線部分列車咧就一度停駛，直至到同日下午3點先至重開嘅。有1360戶人家咧係供水係中斷咗嘅。至於電力方面咧，北海道電力嘅尖東呢個字係讀尖㗎嚇，尖東厚真火力發電所嘅2號機就喺8號嘅晚上11點18分緊急停止供電，直到5個鐘之後先恢復運作嘅。嗱，咁你睇到啦，就算話6級地震唔算係好強，但係個影響已經有咁嚴重。關於呢次地震呢，有訪問到東北大學嘅日野亮太教授，咁佢係海底地震學嘅專家嚟嘅。佢就話好擔心呢一次地震發生類似以前曾經有同類地震嘅情況，就係點呢？嗱，6級破壞力相對較低啦，係咪？但係喺6級地震之後，佢就係擔心會再隔咗一陣之後再嚟一次更強烈嘅地震。今次地震嘅消息就講住咁多先。嗱，我哋而家講下，如果你係一個香港人喺日本遇到地震點應付呢？嗱，首先假設你如果係你係嚟日本住嘅，你唔係純粹嚟玩嘅。你嚟日本住嘅話，你首先第一件事，你無論你係租屋又好買屋又好，咁你會經過 agent 噶嘛。咁個 agent 就一定會有一個叫做責建士，有呢個責建士資格嘅一個職員，佢係喺職責上有必要同你説明，無論你買嗰間屋又好啊，你租嗰間屋都好啦，就要説明話嗰間屋嘅附近嘅避難場所喺邊，同埋附近有啲咩有可能發生嘅危險。通常就係話，即係譬如話水災啊、山泥傾瀉啊嗰啲。如果嗰間屋係有呢一樣嘢叫做hazard map 嘅話咧，就即係譯翻做中文就係防災地圖啦。呢間屋或者屋又好，即係 mansion 又好，apart 都好啦。如果係有呢一份 hazard map 嘅話咧，佢係一定要俾一份你嘅。咁你記住啦，如果你租屋或者買屋，咁你有呢一份嘢，記住你係睇熟啲。至少知道邊個位係走難嘅時候要走去嘅地方，同埋要行邊條路去。咁當然啦，你住喺嗰度，你平時散步，你留心，譬如話我睇過個地圖，呢個位係避難場所，咁然後我屋企點樣行去最近？如果嗰條路行唔到，仲有咩第二條路行去？咁你平時喺屋企附近散步又好，去買餸又好，最好就係記住呢啲地點啦。咁好啦，另外一樣嘢都係同你買樓或者租樓有關嘅，就係如果你買或者租嘅地方係喺昭和56年6月1日之前起嘅，昭和56年換翻做西歷，即係1981年啦。如果喺呢個日子起之前起嘅樓咁舊嘅話咧，佢呢棟樓咧喺賣或者租俾你之前咧，嗰個 agent 即係又係嗰個責建士啦，佢有必要話俾你聽呢一棟樓宇或者呢一間，即係譬如你係獨立屋都好啦，係有冇接受過內震診斷，即係防地震嘅診斷。至於如果係新落成嘅住宅咧，佢亦都會係有呢啲一個叫做性能評價嘅嘢嘅。如果有做到嘅話咧，嗰位責建士亦都係有必要話俾你聽嘅。但問題就係
頭先無論係舊樓嗰個內陣診斷又好，新樓嘅性能評價都好，如果即係你買或者租嗰間物業啦，係冇做過呢樣嘢嘅呢，要提醒翻你，佢係冇責任一定要幫你做埋嘅。佢冇做，佢淨要話俾你聽，哦冇做。咁到時你就判斷你買唔買得過或者租唔租得過啦。不過調翻轉頭咁講，即係我哋香港人啦，喺日本租樓本身已經唔容易啦，係咪啊？唔通佢話哇，你冇內陣診斷，你冇性能評價，我唔租你咯？邊有咁容易啊？係咪？租樓就講住咁多先，租樓買樓講住咁多先。咁我哋跟住就講下，如果你實際上遇到地震點算啦？如果你係喺室內嘅話呢，一般我諗大家都聽過就係話匿喺張台底啦。當然，首先嗰張台係要實淨噶啦。當你有張實淨嘅台喺室內，匿喺台底，盡量將張台搬去冇嘢跌落嚟、冇嘢會冧、冇嘢會跣嚟跣去嘅地方。最好咧，如果有嘅話咧，加埋攞多一個 cushion 保護自己個頭。如果你喺室內，但係咁啱地震嘅時候，你喺沖涼房，你係去緊魚廁中，或者你係沖緊涼。咁首先你要打開道門，確保有路走，唔好怕醜啦。打開道門啦。如果係喺睡房出唔到去，又冇枱又冇剩嘅話呢，就搬下啲家私，即係盡量令到你有一個位呢，喺啲家私就算冧落嚟都砸你唔到嘅，保護自己嘅動作。咁好啦，如果你唔喺室內而係喺室外遇到地震，咁點算呢？第一時間呢都係要揾嘢保護住個頭啦。你譬如話你有個背囊孭住嘅，或者有個手袋嘅。之類咁樣，你就揾佢擋住個頭。點解呢？就因為驚附近啲建築物跌啲窗啊、跌啲磚啊咁樣跌落嚟揼到個頭。即係保護好個頭，就走去啲公園啊、學校之類呢啲廣闊嘅避難場所。通常避難場所都係喺呢啲位㗎啦。你如果知道個避難場所喺邊，有指示嘅話，固然最好啦。如果唔係，公園、學校呢啲地方呢，最安全㗎啦。如果去唔到，即係條路阻住咗，或者你唔識路，或者附近冇呢啲地方嘅話呢，睇下附近周圍嘅建築物有邊間係比較新淨嘅，睇落似係即係鋼筋水泥做嘅建築物，匿入去啦。同樣啦，你去呢啲建築物附近嘅時候呢，盡量唔好行得挨得太近其他建築物。直接走入去你想去嗰間建築物，因為點解呢？你挨得太近其他建築物，又係頭先咁講啦，會有玻璃跌落嚟啦，會有磚啊各樣呢啲碎片跌落嚟，咁就好危險嘅。如果你唔係喺一個開揚地方，譬如話你喺商場啊、商店街啊，咁點算呢？行動都係一樣嘅，即係你一係就揾學校公園，一係就揾一間新淨嘅鋼筋水泥建築物。但係揾嘅時候加多一樣嘢要注意，就係你盡量要避開啲貨物嘅櫥窗啦、貨物架啦，都係嗰樣啦。因為啲嘢會冧落嚟，個架會冧落嚟，啲玻璃會碎，會飛出嚟，可能割傷你咁樣咯。咁同埋人多嘅地方，仲有一樣嘢要注意咧，就係因為會有人踩人嘅風險，所以行動嘅時候要小心。你急還急，就唔好推擁得太緊要。如果唔係發生人踩人，咁就後果好嚴重啦。咁自駕遊嘅朋友，或者本身你已經住咗喺日本買咗車，咁突然間揸下車有地震，咁又點辦呢？首先揸緊車嘅時候就第一時間開4顆燈，開咗4顆燈之後呢，就慢慢駛埋路邊停車熄匙，然後將車匙放喺車裏邊當眼嘅地方，唔好鎖車。盡快離開車廂避難。頭先講啲全部都係一般日本嗰啲防災教育會講嘅內容啦。咁跟住落嚟嗰啲都係跟住落嚟講咩呢？就係海嘯啦。如果聽到海嘯警報，或者喺海邊你感受到地震，第一時間要做咩呢？就係急腳快啲去高嘅地方。喺海邊會有海嘯危險嘅地方，呢啲場所呢，通常呢，佢哋就會有標記避難場所喺邊嘅。嗰個避難場所就會寫住係津波避難場所。OK， 喺日本海嘯叫津波啦，津波啦。OK， 所以個漢字係津波，就你即係海嘯，你要記住日文個漢字係津波。OK， 另外一樣嘢要緊記嘅就係海嘯唔係一冚完就完嘅。你唔好以為我見到個海嘯完啦，啲浪退翻啦，以為冇事咁就走出去周圍行，千祈唔好咁樣鬆懈，因為好危險嘅。海嘯呢係永遠係一波接一波咁嚟嘅，佢可能有時會中途突然間個浪退一退，但係之後佢係好大機會係又冚過嚟嘅，所以就唔好以為過咗就冇事啦，就走出嚟周圍行，咁樣係好危險嘅。正如頭先講啦，如果你係日本住嘅話，記得
認清楚你嗰張 Hazard Map 上面講嘅避難場所同埋避難途徑啦。如果你唔係自己一個人喺日本住嘅，你有屋企人一齊喺日本住嘅，就建議你哋平時就約定一個集合地點，即係話如果有咩危險，但係譬如話老公係去咗工作，咁老婆喺屋企煮飯，細路又返咗學，然後喺呢個時候發生呢啲海嘯啊、地震點算呢？大家喺唔同地方約定一個安全嘅地方係作為集合地點咁樣咯。如果你係頭先即係避難嘅情況，你做啱晒，個人冇事，個震盪程度減低嘅時候，應該做咩呢？防災教學就建議呢，就首先着翻對拖鞋。喺屋企裏邊嘅話，就着翻對拖鞋。喺屋企又好啦，酒店又好啦，着翻對拖鞋，以防地面有任何玻璃碎片啊之類慘親。保護好自己對腳之後呢，睇下譬如話，如果你係屋企，頭先講我老婆屋企煮飯嘅，煮下飯突然間地震，咁啊匿咗喺台底，個震盪減低咗啦，冇咁勁啦，喺安全嘅情況下去熄火。咁如果頭先煮嘢嘅時候未熄火，就熄咗佢。之後就係你喺屋裏邊所有電器嘅電掣都掹晒佢，以防着火啊之類啦。最好有可能嘅話呢，就熄埋總掣啦，供電嘅總掣啦，煤氣嘅大掣啦，全部閂晒佢。可以嘅話呢，打開晒啲門窗，然後如果聽到廣播指示話需要離開現場去個避難場所集合嘅話呢，就離開室內。聽嗰個警報就去嗰個避難場所集合啦。無論係山泥傾瀉又好，海嘯警報都好，你住嗰個地方會有個叫自治體噶嘛，市政府咁上下嘅嘢啦，一定會係有一個臨時集合場所或者避難場所指定咗嘅。正如頭先講啦，你搬入去嗰個地方嘅時候，你就記住喺邊個位。如果你係去旅行嘅，你見到其他人行去邊，你跟住去咁樣咯。再加少少 extra 提示就係譬如話，避難嘅時候，頭先點解話要停車熄匙呢？就因為你如果揸車諗住，哇！我揸車走快啲，避難避得快啲，行唔通嘅。因為通常好多時嗰條路有機會冧。嗱，譬如今次青森地震就有條路冧咗，架車陷咗落去啦。條路有機會冧，或者啲車人人都停車，其實人人都聽嗰個廣播勸喻就停車，停晒一邊。個個都停晒車，即係點啊？即係條路塞住咗，行唔到咯。所以你係焗住要落車嘅，一定要行路嘅。其實好多其他人都講過，就係話你屋企會有嗰個防災包啦。如果你係去旅行咁冇辦法嘅話呢，譬如話你去旅行咧，梗係有個旅行袋啊、背囊啊咩都好，甚至係冇嘅話，你都有篋噶嘛，有碌噶嘛應該。最好呢，你可以嘅話呢，譬如話你喺酒店咁有樽水、有啲乾糧，你咪塞入去先至離開室內去避難咯。咁最好嘅，譬如話，如果你係喺日本住嘅，買定頭盔啦。冇頭盔嘅話，至少你出室外嘅時候就戴頂帽咁啦。同埋呢樣嘢呢，就係香港走火警都一樣嘅。最後一樣就係當然唔好搭 lift 啦。如果你地震個 lift 係好大機會會停嘅，咁你困咗喺裏邊就好大件事㗎啦。